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高雄市长的补选，直播拼场邮票，这个压力才有部署。高雄市长的补选前面车直播煞变成焦点，当日暝昨暝带爱鸟小米，搁直播时，支持者的焦点拢伫这只鸟的身上。当日暝早起甲产业界见面的时，讲到这个代志，伊笑笑地咧讲，有淡薄仔吃醋。对我来讲，直播应该是算是失败了哈，因为小米比较抢戏了，大家留言大概很少问我哈，大概都是在问小米啊，我只是陪他直播哈，这个沦为配角。同款嘛，伫面车开直播的李美珍找党主席江启臣甲副秘书长谢良家来助阵，双方甲直播拢是针对少年人。未来会常常开直播，因为未来这个时间实在是太短了，所以也是要让民众知道到底是什么。民众党吴益政面对对手，但日暝这摆选举策略有伊的看法。他认为说，靠着民进党在社会在高雄的一个底蕴哦，他将跑就认真跑选举就好了，对高雄的未来的政策也没有比较正距离的想象。高雄市长的补选前，国民党、民进党为走基站到开直播，抢攻少年人的选票，拢互相的比拼。